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行蟒雪仔，行云顶。较早做囡仔时，真爱看布袋戏，会记你捌看过一出《封神榜》，内面有真侪修行的神仙，因的身躯边拢会带徒弟仔，教因安怎有功夫、有法术。有时在甲徒弟教示的时，话语拢不离啊深，话中带话，敢若行蟒雪仔、行云顶同款，袂输天机不可泄露的情形。这句俗语就是讲一个人的内在非常的深，有时讲出来的话，拢会一时互人啥拢无。这句话嘛有口说人的意思伫咧，就是讲拄着讲话互人听无意思，袂输行伫云顶咧。像这款无伫同条线路的状况，就真好甲伊对答。咱就会甲形容伊是行蟒雪仔、行云顶的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